希塔美德下載關心。關心係一種溫暖嘅力量，佢讓我哋喺生活中感受到他人同我哋之間嘅聯繫。當我哋關心他人嘅時候，我哋唔單止係付出愛，亦都係接收愛。呢種相互嘅支持同埋理解，讓我哋嘅生活更加豐富，更加美好。關心並唔係單單嘅表面行為，佢亦都係源自於內心深處嘅真誠同埋善良。無論係對家人、朋友定係陌生人，真心嘅關心能夠傳遞出強大嘅情感力量，讓人感受到被重視、被理解。關心就好似一片樹葉，為生命帶嚟生機同埋希望。呢種力量讓我哋喺面對挑戰嘅時候，依然能夠揾到支持，並且通過關心他人，我哋嘅內心亦都得到滋養同埋滿足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關心嘅定義，我知道關心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時關心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關心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關心嘅觀點，我知道關心係可能嘅，我知道關心係安全嘅，我懂得關心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講 Yes 去接收，我為大家見證。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